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12月17号这一天后，那个我和萧煌奇还有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全方位兄弟们呢，我们要在 Lex di Terra 在北流这里举办一场30年的到顶的演唱会。那么这2年前的时候，我和萧煌奇有举办过一场演唱会，其实当时也是跟我们全方位的兄弟们一起合体啊。那这一次呢，乐团成立了30年，这30年间，我和萧煌奇还有我们这群兄弟们都很难得的30年后，我们都还在，而且都还在音乐的这个圈子里面努力，然后在这个梦想里面继续往前走吼。那我们从小屁孩变成大叔，那么我们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大家分享这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呢，12月17号晚上，如果你有空的话，欢迎你可以来 Lex di Terra， 然后售票是宽宏售票系统哦，我会把链接贴给大家。OK， 那么这一集节目呢，我要为你访问到的这一位呢，这不是第一次访问了吼，在之前呢，他出了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吼，我有在专辑当中呢为他编曲。那么这一次呢，他又在发行了自己的 EP。那这一次他带了 EP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他的音乐。他自己很特别，然后他自己其实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曾经他是这个大学城的歌手，但是他后来呢以阿纪这个角色。这个艺名呢，在音乐圈里面让大家认识，而且以台语歌的方式来作为他创作的重新吼。为什么也用台语歌呢？咱等下再听伊讲吼。这个伊载着3首歌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咱来邀请阿纪来跟咱开讲到伊的音乐。伫个真侪年，应该嘛无真侪年，可能是2-3年。我拄啊含我的经纪人先你录的，再跟你讨论到底是偌久进前。好，然后呢，我有编过一条歌。我摕到 demo 的时候，那个歌是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董运昌做的 demo。我就说你确定你们确定要我编？然后那个制作人是现在。我们说是一哥的黄培玉先生就说对，就老卢大家说要你编，然后就编了。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歌手叫阿纪，声音很特别，对。然后后来之前访问的时候就知道我感觉因大学城好像就奇怪因为一个大学城出来歌手啊，很多人中间都会离开很久，然后呢等到有一天。生命到了一个坎站，然后事业有成，因都会去回来唱歌，家己写歌，然后足奇怪，因唱歌的功夫拢袂退咧吼。然后坐伫我的对面这位，就是当年大学城的迄位其中一位，嘿，嘛是我编起的迄位江湖上人叫阿纪，嘿，对嘛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叫阿纪这个。叫法很厉害呢，全台湾唱台语歌的大概2个人名字最响亮，叫起来就一个叫南哥嘛，才这样叫南哥嘛，对吧？你嘛你叫阿纪，无啦，因为阿纪是因为我的先生他其实他不大喜欢我出来在唱歌，伊就跟我讲。你年纪嘛有啊，你即马厝里公司拢好好，你为什么搁要去唱歌嘞？所以他是一直千方百计阻止我。可是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很火热的心，一个爱唱歌的心，我就是无法度被浇熄。那他就说：“你就莫用你的本名。”我讲我用我的本名，
嘛无人知啊，嘛袂要紧啊嘿。对，伊讲卖啦卖啦，你就是唱唱的吼，啊你啊，唱先啊，你就转来，莫搁唱啊安尼。其实我感觉安尼嘛好啦，因为那个本名啊，就留给你那一个行业，哦，就是留给你那一个领域啊。是是啊，比如讲，你的翁有一天若想讲，我要出一张演歌的专辑，伊出来伊就莫用伊的名，伊就叫肌肤啊。叫肌肤，哎，什么肤安尼哦？伊出来就讲，大家好，我叫肌肤啊。嘿，我要唱迄个萨库拉，有没有不行啊？可以啦，可以。可以嘛，对不对？蛮好的 idea， 我觉得。对不？系啊，以后恁囝想要出来唱歌，但是伊无爱，伊搞不好他有另外一个本业嘛。伊出来让讲我是阿姊因囝，系啊，那也袂使。是啊，其实那个阿姊，我那时候就想说要用什么名字呢？好吧，我就是一个就爱唱歌的阿姊嘛，是有一点仔年纪啊，就简单就好啊，安尼。而且用阿姊好，为什么？如果假设你40几岁出来唱歌，到有一天你80几岁的时候，赶快叫阿姊啊！是呢，对不？是呢，对啊，像那个谁，记录侠，是记录侠，我等到伊的时候讲，季老师，伊讲莫叫我季老师，请你叫我季姐姐。季姐姐，对呀，对呀，嘿，伊就规定哦，像迄个刘福柱，见面袂当叫伊先的呢，规定爱叫伊小刘哥哥。安尼较少年。伊规定的哦，伊自敢若我20-30年前，伊就安尼规定甲他。是。所以我觉得叫阿姊到80岁再唱歌一样叫阿姊啊。对啊。不是很好。简洁有力，个少年。对啊。这无少年啊，这东西都是已经老在啊，老到遐。而且小朋友见到你还是叫阿姊啊。对啊。哎呀，他总不能叫你说阿姊阿姨，不行啊，对不对？叫你阿姊啊。所以阿姊这一次带来了新的 EP。是。吼。3首歌的 EP。是。啊，其实3首歌，阿姊，我知你写歌无一点讲，就是不是企划导向式的啦。对。对不对？哈，就是你们是有 feel 才写的。对，我其实我写歌，我写台语歌，倾向于用我身边真真实实的故事，用真的故事来写，安尼较有温度。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讲被任何的事物去框住。对，我觉得说，其实音乐只要自己喜欢，它可以不一定要限制在任何的章法里面。我觉得有情感有温度就够了。但是你大学生出来，然后数十年来拢你无用工课，然后做人的某囝嘛吼。迄个过程内底，你看到恁遐朋友每一个都还在这个圈子里面活跃，你有时会那想起毛那歹？会啊，迄心肝拢会安尼，有当时安尼拢会足上的啊，就是想说，这个我嘛会使，特别是有一个。苏尔珍，我知是，就看到他得奖的那第一次跟大家讲一下，苏尔珍就是现在的苏明渊呐，是律师歌手苏明渊。对，我看伊摕奖，我就感动哎，就感同身受哎，因为那么年纪有了，然后又要花那么多的钱出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勇气是很值得学习的。而且我等下咧讲啦，咱台湾人的平均的年纪差不多3万工嘛，我即摆已经过2万工啊，也许就是剩差不多1万工嘛，健康的时阵有几工，你搁无要去做你家己介意的代志，那你要奉献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看苏明渊现在最骄傲的，动不动都在脸书写说，我今天去开庭，然后法官问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唱歌的那个谁？伊就送对呀。他说：“我以为你已经去唱歌不从业了嘞。”伊就拍这个讲从业比较好赚。系啊！做音乐咱讲实在的，你嘛知嘛，这是足开钱的代志。但是我较好奇的像，譬如讲你啦吼，苏明渊啦吼，像你本来是唱大学生唱华语歌嘛，为什么当有一天你家己做音乐的时候，想去做台语歌？因为。我的爸爸甲妈妈拢是高雄人，我的爸爸妈妈一个是住在高雄，以前叫做高雄县，顶家庭甲下家庭。阮遐都是靠海，一个民风很淳朴的所在，掠乌鱼的所在。对，阮爸爸以前我带囡仔转去，我的囡仔袂晓讲台语，阮老爸就足生气的，伊就甲我讲，你
我甲你讲哦，你陪走哦。这严肃。嘿啊，这严肃。他是很严肃的跟我讲，伊讲你安尼陪走，安尼袂使，你的囡仔袂晓讲台语，安尼袂使。所以我迄时阵我就家己咧想啦。我讲，我就是台湾人啊。啊，迄时阵去上课啊，老师佫讲咱台语伫台北，也许讲17、8年了后，就渐渐无人讲台语啊。啊，我就感觉讲，安尼我足紧张的。啊，这我的母语呢，啊，我也无讲。啊，我也无甲遮的歌留落来，慢慢消失去。我感觉我真是陪走。所以你听了这个代志，你真的会有害怕的情绪，就对。是，我会害怕。会吼。所以因为安尼，你怎决定写台语歌？嘿是。啊，但是伫咧这个进程，你敢捌写过台语歌？伫咧你决定进程。毋捌呢。毋捌。当然唱台语歌一定有啦，就是用若。唱卡拉 OK 啥，可能唱台语歌一定有，但写是迄阵决定了开始写是第一件。对。啊，但是第一件你就出一张专辑啊。是啊。那张专辑我们复习一下，你讲叫做《暗暝听肖邦》。暗暝听肖邦，内底逐首歌拢伊家己写的。有一条啦，有一条是你的好朋友黄培玉。黄培玉，嘿。剩的也有4条的曲是董运昌写的，剩的拢是我。嘿。然后所以你拄头先开始写歌是先对歌词开始？无，董运昌有等几条伊感觉袂歹，有适合的曲来。我是说那时候你还没有开始谱曲，只是就是先填词开始。就老董先丢旋律给你填词。对啊，我有的歌，我有的歌其实像迄个暗暝听肖邦迄条，迄拢是词曲做伙出来的。嘿啊。也有先有词再有曲，有词曲一起的，嘛有曲啊，甲填词的拢有，嘿。总是就安尼开始，是，然后就变做台语歌手。啊对，我就想讲，没有什么不能尝试的嘛。老董很有趣呢。嘿。董运昌自己台语讲得不好，可是他专门都在服务台语歌手吼。你嘛，啊，搁迄个像素浩嘛，啊，搁较早严永能，嘿是，吼。啊，搁一个那个美玲老师，熊美玲老师，对，真奇怪吼，嘿，这代志真好耍呢。是啊，嘿，不过我感觉其实他弹琴的那个气氛，其实有时候就是在说故事的时候，非常非常适合。对，伊以前嘛是啊，像迄光辉的暗光照，嘿，嘛是吉他拿来，嘿。对。你敢知我第一届招老董去录音室录音，差不多20几年前。你敢知迄条歌录偌久？伊录8点钟。啊娘喂，遮久。毋是我无爱放伊刷，是伊无爱放我刷。有可能，嘿。其实以工匠精神，我特别的了解。而且只有一把吉他而已他给我录8小时。我互伊的钱都无拢是个钱济。正经诶，啊，你要甲提醒啊。没有，你看他这样，你会不好意思叫他停下来。是，他很认真。我对这个代志印象非常的深。伊到今嘛是安尼哦。伊到今嘛安尼吼，所以干脆家己用一个录音室，无伊会讲烧做这个钱。我有一摆去做 demo， 伊就讲秀如。来我家，我说哇，录音室好啊，对他就是真的是慢慢弄，他也是热爱音乐，热爱吉他，热爱他的工作。对，没错，好，所以阿姊这件有3首歌，咱先来，专辑的名称叫做啥？专辑的名称我这张小 EP 是由杨树浩帮我写文案，帮我正字，这个专辑的名叫做《迄个人》，逐首歌后尾拢有一个人，拢有迄个咱伫咧心肝院放到足深内底迄个人，专辑名称就是《迄个人》。安尼，咱来先听其中的一块歌，咱再来开讲。你要互大家先听对一首歌？咱来先来听，我即摆 MV 已经新做出来这条，阿爸，你听我讲。这首歌的作词是？作词作曲拢是我，拢是你。对。好，咱先来听歌，再个继续和阿姊开讲。好，谢谢。
无需要哭，因为破边的时，你较无方便，捡起真济真济的所在游览。即马拢总好啊，会使四界佚佗，游山玩水，才有甲那飞。所以咱有啥物好通啊哭？咱有讲好，拢无需要哭，因为破边的时，你食饭无方便，减食真济真济的山珍海味。即马拢总好啊，加喙齿嘛免斗，足济好料的，拢甲食免惊。所以咱有啥物好通啊哭？但是阿爸，我真思念你，你伫遐好无？有好斗阵无？阿爸，我真思念你，阮的阿母啊，有够烦恼，你有钱通开无？莫阁哭啊啦，爱勇敢啦！恁阿母吼，恁拢爱顾好呢。咱有讲好，拢无需要哭，因为彼一日，你伫我面前笑眯眯，你是笑眯眯困去的，你是欢喜去做仙，欢喜去做仙，无病无痛，无烦无恼。即摆恁爸哦，规身拢好好啊，大家拢免烦恼啊。所以咱有啥物好通啊哭？虽然咱有讲好，拢无需要哭，假使若无拄好，我挡袂牢，你就来我的梦中，我的梦中，错干桥，讲一个三八囡仔，恁爸伫遮好好，无代无志，无爱你是倒位咧袂拄好，无代无志，无爱你是咧哭啥物？但是阿爸，我真思念你，你伫遐好无？有好斗阵无？阿爸，我真思念你，心爱的查某囝，想要听你，搁叫一摆我的名，想要摸着你，摸着你，小小的额头内底，我笑眯眯。一世人有恁，我真满足。这首我的故事，敢有要讲一个？好啊，这条歌吼，它最初上大起声吼是，我会记得是2022年的12月。嗯，好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
朋友哈，他叫做 Joy 哦，他的父亲过世了，然后伊就伫伊的面册，吼啊写一篇祭文，对啊，我很长的一篇祭文，非常长，我安尼对头安尼读到尾，结果我读到一半，我就爆哭，他不是哽咽。我是爆哭，然后眼泪就一直没有办法停不下来这样子。对，然后加上哽咽，又加上流鼻涕、流眼泪，整个涕泪纵横。对，就没有办法停止。那我就想说，哇，这个感情太浓了，因为他第一句其实就深深的感动我了，那就哭很久。那我就想不要看了，这太难过了哈。后来但是我一直就是因为伊阿爸跟我的阿爸有一点仔同款，因为我的生父啦，哈，我有一个养父，哈，一个生父，哦，我是细汉互人饲的，好啊，我常常回去我生父家，哈，因为他是我舅舅啦 ，OK， 我爱叫阿姑，其实是爸爸，会甲你过互恁，阮阿哥，恁阿哥，嘿，做囝就对啊，对，做查某囝嘛，吼，啊，那我拍摄我打断一下，是，安尼你叫你的生父嘛是叫阿爸吗？无，我以前拢叫伊阿姑，因为要对阮兜爸爸妈妈的尊重。啊，对你的养父叫阿爸。对，啊是因为养父叫爸爸，有的讲有的叫摇的呢。我拢叫，因为我的养父是四川人，所以我常常会国语、台语这样子轮着讲。因为我伫阮兜吼，阮爸爸外省人，啊，阮妈妈台湾人，啊，我看到这个我就爱讲国语，讲台语，啊，即摆月头我就爱讲台语，所以我有当时会就是说，安尼突然国语突然台语，到即嘛是真嘛是。我了解。我看到一个女友诶，因爸是四川人，啊，然后拄头先含伊爸啉酒诶时，伊讲啥拢听有，啊，愈讲哦，伊哪啉哪济，我哪听哪无，因为他的乡音越来越重，你知道吗？是。而两个女儿一人站一边帮我翻译。对，然后差不多告解看不长，他开始讲说他打共匪，我就知道他差不多醉了，可以结束了这样子。安尼这跟我们爸爸讲一个对，啊你讲嘿，啊你讲然后伊就。去等恁生父遐。对，阮生父伊嘛是就是三字经五字经不离口。好我妈妈啦吼，就我生母，她就很气，吼有一摆吼，我都会记得。生母是伊的妹妹。不，养母是伊的妹妹。养母是我生父的姐姐，是阮阿姑啦。是姐姐就对。亲姐姐，阿姑。生母就很气。对，生母就是因为我爸爸常常三字经五字经一直乱骂。对，有当5字的就歹听，你嘛知嘛吼。阮母有一摆就去的，就对。迄款灶骹举一支菜刀吼，就追着，因为阮兜咧透天的1、2、3，追着我爸跑讲吼，今仔吼你有够苦吼，我今仔我要甲你抬吼，阮阿娘是安那得罪你，你定定要骂阮老母吼，你啊后摆你啊搁骂阮老母吼，我安尼袂堪要这个气，已经遮久啊吼，我今仔一定吼要甲你抬着安尼。你母也叫小高好。然后我们小孩子其实没有害怕，在那里笑，因为你们知道你妈在干嘛，对不对？可是我爸爸。自此以后都无讲啊。所以你阿母哈头真大嘛？我觉得我妈真的是很棒。有智慧的阿母，哈头够大的。嘿，是真是无好听，毋过咱感觉足亲切。对，所以其实我这条歌有听过人嘛知影内底嘛有讲一半句啊。吼，李李勇先生伊帮我唱一半句啊，就是爸爸定定咧讲的。歹话咱交予李李勇先生会使啦。对啦，对。什么朋友都这样被？不过我对那个那个李李勇先生印象最深刻，为什么他这次来跟我合唱？其实跟你有一点关系。有一摆你伫大河岸办那个音乐会，阿炮，伊是我的贝斯手，然后你们两个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你一言我一语，两个都拍嘴。我们底下笑翻，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一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成功，因为就触笔。我的乐队内底哪有伊？我会当加减去唱偌济歌，你敢知？叫我弹的啊。伊就菜哦。反正变脱口秀啊。对，非常有趣呢。系啊。所以伊来唱老爸啊，这个角色的。对，我有拜托伊来帮忙哈。我们制作人卢新敏老师，伊就先跟阿炮沟通过，就愿意来帮我这个忙。我一般这个，因为这个内容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啦，一般人有忌讳，
啊，但是我先打断一下，你刚刚说你看你朋友写的这一篇，你想到你爸爸，对对，然后就会而且他这个祭文里面描述的那种父女之间那诚挚的情感，爸爸嘛是因为一共一岁汉的时阵，我这个朋友他后来是留美的，也在很棒的外商公司担任大经理，对，可是他始终。对于他爸爸讲的这些话，他很喜欢，他觉得那个就是他爸爸，他可爱的爸爸，那个不是骂人的话，就是只是口头禅。恁爸爸是咧做一个讨海人了。阮以前故乡伫咧家庭嘛，阮家族都是拢咧讨海掠鱼的。阮爸爸迄时阵，阮大姑讲啊，就是讲我爸爸哥哥讲，恁莫阁做这道啊，伤艰苦，恁去台北趁食。阮爸爸就就是北上到沙林波，阮迄时阵是我爸爸做铁工，自己开小工厂，就是要脱离渔夫的这个是生父还是我的生父，对。讲的有点复杂了吼。无我爱互大家，今日大家讲起。所以你看，因为海口人吼，拢较豪放啊，较豪野，所以有时阵讲话就真正会较迄种的吼。但是你细汉，你讲的这我都了解啊。细汉你会感觉讲，哇，你嘴遮歹啊，规工，尤其你读了书以后，你就觉得我们的爸爸、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长辈怎么讲的拢干动酸脚歹话嘛，对不对？是啊。可是有一天我们随着年纪慢慢大哈，你会很怀念哦，你会很怀念以前你阿公在骂你阿嬷哦，阿嬷感冒无去看医生无，阿公就讲干是无钱你食药啊，你就哇，你很怀念哦，嘛就想要有一个人讲干是无钱他借你哦，是真的会深深的怀念呐，像阮母啊，就是我还多讲的阮阿姑嘛，就是你写花露，你帮我编花露水的这个。内底女主人翁，对，那就是我过世的姑姑，我都叫她妈妈嘛，是我的妈妈，对，然后她现在已经足侪年啊，我嘛搁定定听到讲，伊讲叫我爱食迄爱食迄，爱坐就好，骹莫安尼无规矩，常常拢听到伊伫咧边仔咧甲我叮咛，讲祖囡仔毋好无财了，对啊，毋好无代财，对，较早人讲祖囡仔毋好无代财，对啊，因为我父亲嘛，伫咧9月中就回天家了，对啊，就是其实现在也是心里面有一个洞很深，我就觉得那这歌其实今年年初就做好了，但是碍于题材的关系，有的人甲我讲你卖欧北发表东西啊，这不大好，祭文嘛，我就一直放着，不过当阮爸爸的代志办煞，我就决定了，我说这个我心里想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去表达对父亲的情感，那我们去忠实表达父亲。他所留下的这些口头禅，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是啊，迄内底带一种，迄叫感情，迄叫温度。是，难道都要说，其实我觉得，迄模样有较咬啦。嘿啦，对啦，我嘛是感觉讲，咱对这心肝内底出来，迄都是对，都是有温度，有温度是我比较强调的事情。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再跟请阿纪再介绍。EP 的另一首歌，我们再继续聊天。好，你要互大家听对一条歌？即马要互大家听《秋季》。秋季这是秋季这条歌吼，是我嘛是伫咧面册看到我的同学吼，面册变做你上好的写歌的环境咧。以前你嘛知我这个年纪，差不多1-20年前就开始算面册嘛，面册就变讲咱记录生活的一个真重要的方式。加上讲我就爱写物件的，我啥物拢要就是讲阮囡仔的成长啦吼，我有经过啥物代志，我拢会甲写落来。只是说看迄公开的程度嘛，有当时就互你一个地球，有当时朋友看会到，有诶咱就锁私密，伊变讲是家己一个真好的日记啦。所以我第一面册就看到周星汉老师，伊有教我去上课，大军老师林大军老师，伊伫咧迄中正纪念堂遐，毋是有迄台语课，我迄时阵就想讲我爱写歌，我爱知影写歌因的观念是啥，嘛是去遐学一寡啥物袂使抖音啊，
吼一寡音韵的问题，我会感觉讲有机会通较进步吼咱就来去上课。伫遐就就幸运的等到周星汉老师。那他有得一个奖，是好像是台语文学奖。对，然后伊嘛是有写名册嘛，有一天我就看到伊写手记这个书，我就连接到我自己的故事了。对，然后我就是讲，大家查某囡仔可能拢有收过手记，大部分的人吼，不管即卡是订婚的手记，还是定情的戒指，或者是自己买给自己的礼物。我想我们迄卡手记都带着我们很深的回忆，带着就是说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故事。现在年轻朋友敢不知还有收手记吧？有啦，有呀。嘿，不过现在手记较简单啦，现在迄人造钻石出来啊，较俗啊，都免买真诶较贵啊。差不多伫10年前的时候，我有刚好向想到，我问阮太太讲，迄个手记咧哈，伊讲卖掉啊。你欠钱的时卖掉啊！我讲敢我卖，伊讲毋是我卖，是伊去卖，要么伊还卖掉啊。手记，手记，咱来听这首歌，再来开讲。一卡手指送予伊，毋茫两人斗夫妻，少年懵懂，毋知影迄是一世人的代志。手指送予人，心煞走倒插。一卡手指定终时。人生路途斗相天，挂伫中在心送定，挂伫歹再结亲情，苦点砖头啊写路用，无藏心头，要创啥？手指滴条条，细情到底有偌长？缘分又搁是啥物感情的代志？无你生。手指送予伊，毋茫两人斗夫妻，少年懵懂，毋知影迄是一世人的代志。手指送予人，心煞走倒插。一卡手指定终时。人生路途斗相天，挂伫中在心送定，挂伫歹再结亲情，苦点砖头啊写路用，无藏心头，要创啥？一卡手指滴条条，细情到底有偌长？缘分又搁是啥物
是我伫手里，不如藏伫心肝院。啊，即你写歌的时阵，每一个人你写歌的方法无同款吼。你咧写歌的时阵是习惯先有 melody， 还是先有歌词，或者是无一定？无一定，嘿，无一定。我会其实我的灵感吼，如果来的时候哈，比如说我有一段旋律，那我就会先把旋律记下来。嘿，如果有一个歌词，我就把歌词记下来。那你是怎么记？你是比如说旋律，你是把它录下来还是写下来？旋律我是用我是用那个1、2、3、4、5写下来，因为我会唱，我就会写。我也要写简谱啦。所以你不是手机拿起来赶快把它哼下来？那个有时候啊，在塞车的时候袂胡写安尼啦。嘿。啊，你会唱你就能写，对不对？可以写下来。然后写了你也不会之后拿起来看不懂，不会唱。没啦，因为写无偌济吼，所以大部分拢会记的啦。嘿，所以很及时的，所以你若有灵感，你就紧的给记到就来。是。然后你会对歌的从头先开始写，还是嘛不一定，有时候从副歌还是啥？我较爱对头写到尾。所以你对头开始写。对头写到尾。所以你不需要先想好一个故事，你可能是灵感来就动笔了。灵感来就动笔，或者说会被触动。会被触动，像迄个唔甘吼，我上一张专辑的，迄就是我家己好朋友的故事。所以我写起来算蛮快的。如果说专心的话，大概1、2天就写完了。对，但是它会有一个故事的主轴。对，对，然后那个主轴是你边写边成型的，是已经成型了，好，然后我再去把它填出来，你嘛就爱好唱嘛，你嘛袂使讲唱迄董运昌一写互我18度，我都唔知要安怎啊。因为伊甲当作演奏曲你写，他也不管你嘞。是啊，而且还认为全世界的歌手的女歌手可能都跟玛丽亚凯莉的那个音域一样宽。对啊，伊讲迄我的代志，嘿啊。所以。歌写完以后，写好以后，你安怎录 demo？录 demo 其实我会晓简单的吉他啦。对我以前是从学简单和弦的吉他开始，对。所以你就会弹个简单的吉他。对有的我就是直接唱。好唱给那个编曲老师。你是打拍子把它唱下来吗？还是也没有？打拍子我会啦，我会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拍子，但是其实。我会使就臭屁的讲吼，我唱的拢会在拍子里面啦。如果我即便清唱，我写出来的作品也会在拍子里。OK， 因为我也收过 demo 啊，它是没有打拍子的，它就是很自由的吟唱。然后也是接编曲的案子嘛，吼。然后你也跟他亲像别明白赶快先把拍子结构。算出来，但是不是说他没有拍子就不好听哦？不是哦，没错，不是这样子哦。而且我接过这样的案子还不少。是所以你也用吉他简单，家己伴奏，然后录落来 demo 安尼。对，因为我在唱的时阵，其实也有一些那个和弦的概念呐。然后主歌1、主歌2，然后副歌回到哪里，这个都已经在我的脑袋里。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尊重编曲老师。他们要怎么样去编排。咱拄则上一段的时候讲恁生父嘛，吼。是。然后第一段的时候，你讲你在写台语歌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伊讲你安尼，伊就算。陪奏是，所以你甲想这个迄个干农酸的生父，伫咧严肃的时阵，伊对来讲这个代志非常的严肃咧。是，吼，开始写台语歌以后，你会想讲有一天你嘛要回头写一寡华语歌吗？有哦，嘛是想讲，如果说有好的题材的话，那我嘛是想讲可以写华语，甚至我是想要做一些福音歌曲啦。
那福音台语，这个又更特别了。对，那赶快啊！哎呀，这很值得，很值得哈，很值得。就是现在还没有那个，就是还没有寻找到那个适合的老师哈，跟我合作这样。对，我会努力啦。其实我蛮想做台语福音，台语福音蛮好的啊。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善的循环都是有价值的。没错。哎呀，而且反正那个边仔是教会的音乐人，其实嘛非常非常的多。对哦，嘿，我有听说好几位老师都是基督徒老师。对，那就像这次这阿爸你听我讲这条歌，他以陶行的前奏的入歌就是肖邦的离别曲。其实它延续了我上一张暗迷听肖邦，就是把古典音乐带入的这个概念。离别曲，然后中就是有点像福音歌曲，比较快乐的方式。因为阿爸有交代，讲你拢莫甲我哭。所以就是用福音的方式，在那个副歌以后，去做这样的铺陈。你现在有余力、有时间可以创作，是？那你会希望自己的音乐走去哪里？其实我说真的哈，我现在还是在自己比较嗨的阶段，就是说。随上帝怎么带领，对，看嘛，他该去哪个地方就去哪里。我倒是没有，就是我写歌没有框架，没有任何的利益考量，我没想讲我因为我唔免靠这来赚钱，所以我就感觉讲我的音乐是足自由的，伊要去对就去对，我就是会继续写，继续创作，就保持一个很 pure 的初衷。用你的语言就是。也许你写歌跟唱歌这一个能力是上帝要你去服侍的，也许是这样，尊公安呢，我就是我希望上帝带领我走，走一条很宽广的路，这样子。你在多久进前的开始想象说，有一天等你有空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音乐这件事上面？是差不多我。48、9岁那年啊，都看到苏明渊他拿了那个奖，因为那一天我在金曲奖的现场，带阮三个囡仔。你人在现场？对，我人在现场。然后我就听他讲他的得奖感言，我这人都不羁感性，又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是鼻涕，就是又很感动的那一种。然后我女儿也是被我弄到哭，对，然后他就当场就跟我讲说。他就一边递卫生纸给我，他就说：“妈妈，你也有你的梦想，对不对？”我说：“没有啦，我现在很好。你看你们3个都这么乖，然后都书读的也还可以。对啊，你们就是妈妈的希望，你们就是我梦想的实践。”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卖 gay 啊！你有梦想，你现在就去做好吗？你现在就去做。”所以我老大这样跟我说，你就开始有底气了。对，我就开始做起来了，胆子就大起来了。对。好，虽然那个几乎对阿姊的歌较无气氛，因为对伊来讲，这新歌听了无啥会哈。对，伊是听日本演歌的人。是。也毋过，你有甲观察伊对你外口安尼会当唱歌有专辑，难道伊袂感觉起毛只介意吗？伊就是因为温先生很特别，他就是一个理工直男，所以出去袂共品哦。没，拢没，伊拢无爱互人知影讲我以前就是我以前有唱过歌什么的。包括真咧唱歌，伊嘛无爱互知。对，伊嘛拢无讲。安尼哦。这真特别呢。很特别的人。你的歌放互伊听，伊嘛无啥物反应的对。我放互伊听伊就甲我讲我讲你有感动无？因为我之前有写一条歌互伊，伊就讲好啦有啦，好啦有啦。网瘾。我爱想足久的。这就是网瘾，这是个呆落的。你应该原来去灶骹菜刀杀出来。哦，牙太大支的。对。不过你有甲我讲过，你的祖囝伊听到你的歌，伊是给你很多回馈的。对我女儿，她觉得说，在我还来得及的时候，要去实践自己的梦想。而且像我这个我去参加迄个民歌50的演唱会嘛，我讲我投入家庭，投入事业，就是
那2、30年啦，不过就是说很正式的一次演唱会，我就直接飙到大巨蛋，我讲感谢全宇宙的帮忙，对，那我女儿一直跟我讲说，你要继续写，你想写福音你就写福音，你也要爱写台语你就写台语，嘿。第2、30年以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那个民歌的舒适圈，应该很感动哈。非常非常感动，就感动，而且很快乐，瞬间我都觉得，年轻了很多，瞬间自己回到了妹子那一年。没错，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的青春其实都还在，它都藏在那一首一首的歌曲里面了，对，那个青春都在。阿纪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励志的故事哈，阿纪出了第2张专辑，虽然这样是 EP 哈，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任何的代志，等你有时候那个人争的是千秋啦，你今嘛等你打拼，你惊天夺国，你无用的时阵不要紧，你只要对你家己介意这个代志，一直拢会记哩，然后一直要有热情，然后等到有一天你有空闲的时候。你只要没有忘记它，你都有机会再把这些事情拿回来，然后好好的再玩一次。而且那时候会玩的比年轻的时候还要纯粹，是，因为你不是要刻意偷谈，对，嘛不是要刻意一定要有什么名声，那是我要刻意给我爽。无对，就是迄个。那你会很纯粹，而且你会发现你做出来的作品，你都很爱。是，因为我无目的嘛。我的目的只是我想要满足我迄个感动。没错，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棒的励志故事哦。所以大家你若是你有一些事情你还没有做，不用急，但你要记得留好体力，留好时间，有一天你就是要去做这样子。是。阿纪再跟我们讲一次这一张专辑的名称。这张 EP 叫做《迄个人》，对，已经做线上发行了，数位。发行，数位发行，希望大家有用吼，3条短短啊，去听看卖咧，这拢是真正的故事，有温度的故事，就是一颗真心呐。是，然后如果你喜欢，听完了喜欢的话，然后阿纪有脸书，也有 IG， 你跟他讲一下，说你喜欢。对，主要是在我脸书的专页搜寻。阿纪的音乐故事，对，就可以找到我，就可以跟我互动。纪就是姓氏的那个纪，对，纪就是季节纪，阿纪的音乐故事。然后让他知道说，你有被他触动到，你有感觉，是，这是很重要的。对，这样就足够了。我如果知道你有感动到，对我就够了。对，因为他就会继续写下去。是，他知道讲人一下的歌有人听，那这。有一天，也许阿纪写了福音歌曲，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棒的一件事，就期待你。好，谢谢俊杰。上尾咱 EP 就互大家听到过瘾啦吼。上尾这首歌，这首歌就是迄个人，其实伊的本来的名叫做双头甜。咱台语有一句话讲。甘蔗甘有双头甜，月娘甘有逐工圆，对吼。那这句话是咧，譬如讲，比隐喻说，三个人的世界吼，甘有足好康的人吼。恁知影我咧讲啥？嘿，对，这条歌其实我算讲是回应，有我顶头迄条周星汉老师的。手指，迄条歌词是一下的，我这条歌其实是以女性为出发点，我爱的迄个人，搁爱着别人，我要安怎嘞？我要抬起头向前走啊！那刚好那时候我又听到有一个媒体人，他前夫就因为外遇，很年轻的女子就分开了，他很干脆，对，那因为他们常常出国旅行，所以他就安排了自己。一个人的旅行，那我记得他说到了韩国，然后他就在汉江旁边，就首尔那边有一个汉江，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结婚戒指拔下来，丢到汉江，就是他的仪式感就完成，他离婚了，所以我听到他把他的戒指丢到那底下，其实我自己也深受感动，这个是现代女性，那他没有去怪罪这个。
先生哈，也没有去怪罪这个他的朋友哈，这个女生也是他的朋友。我觉得他的胸襟是我们现在的女性要去学习的。那对我来说，他非常疗愈，所以都这条迄个人吼，本来叫做香桃丁。无啊，就把这些代志放水流啊，对啊，把他们的关系还给他们自己啊。对啊，对啊，啊，都互伊去啦。啊，咱嘛是爱好好啊，行出咱家己。反正我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对啊，对啊，嘿，迄边然后因去搬。对，嘿，非常的好。咱最后来欣赏阿姊的这首歌，然后祝福阿姊你伫你介意的这个音乐的世界内底，会当愈耍愈欢喜。啊，谢谢，也祝福俊杰哈喜乐平安，谢谢，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尽都喜乐平安，谢谢。谢谢，安来听歌。感谢阿姊接受我的访问哦。其实，在访问的过程里面呢，我自己是还蛮感动的。为什么我觉得感动？因为其实敢知啊，每一个人虽然心里都有一些梦想，然后潜藏在心里有一些热情，然后。可是像阿姊呀，他们这样子，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到一个时间点，然后可以回头来完成自己的梦想，而且把这些梦想变成真正的样子，我觉得这个都对我来说很鼓舞、很激励，你知道吗？虽然讲只是因查某囝甲伊讲的一句话，讲啊你莫假啊啊你若想要去做，你就去做，不过想要去做，甲真正甲伊做出来，然后。甲真济心情变做歌曲，这不简单哦。我觉得它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场鼓励，而且我不是甲伊讲话哦，我是真感觉阿姊因咧写歌，因为因不是科班的训练，嘛不是长期久一直拢有在写歌，所以他在写歌就很自然哦，就是把他自己内在真的想说的话。透过他想要的很直接的方式把音乐做出来，这跟我们这种职业下会很注重说这工整啦，第几小节啊，然后A 段、B 段、C 段一定要怎么样啊？比起来啊，阿姊他们写的歌有一种真心，我觉得很棒，很令人感动。所以大家你若有什么梦想啊，一定记得。有机会一定要帮助自己实现哦，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吼。我每一集节目呢，也都会留下一篇贴文在上面，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你也可以私讯我吼，跟我分享你的心情。那也邀请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可以的话呢，也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认识。那如果你一定要在平台上留言的话，我只能拜托你一下哦，因为我看不到，所以要拜托你不要让我去海巡。可以的话，你就在 Mr. Bus 跟这个Apple Music 底下不是 Apple Music， 我还点了讲不对啦，Apple Podcast 在底下留言给我这样子哦，嘿，好，安尼咱想要的来听阿姊的歌，然后喜欢他的话，让他知道哦，那个阿姊的音乐故事上他的粉专，告诉他你喜欢他的歌。好，我们下一集再会哦。正感的双头甜，月娘感的逐工圆，三心两意要到有当时，但无最后的决定。10星的感情，川香讲起。已经无心的唱一，是咱爱过
证明，挂伫镜头啊闪闪时，嘛定定看阮目屎滴，敢吃敢会双头甜，两全其美，无可能。迄颗手指摕予你，热烈的喜悲留予恁，月娘敢会逐天圆，青春有期，我要离开。敢会双头甜，月娘敢会逐天圆，三心两意要到当时，等无最后的决定，十年的感情怎样讲起？证明，挂伫镜头啊闪闪时，嘛定定看阮目屎滴，敢吃敢会双头甜，两全其美，无可能。迄颗手指摕予你，热烈的喜悲留予恁。